Let's go。今日就由京犬同叉茶同大家講下廟街同前深水埗配水庫嘅有趣故事啦。廟街係1890年因天后廟起名，原來佢舊時叫男人街，以前佢專賣男性用品，而家變咗寶藏街啦。而深水埗配水庫1902年就係香港嘅水墨泥。而前深水埗配水庫位於主教山附近，又稱主教山配水庫。佢以古羅馬引水道工程技術建造。講咗咁耐，不如我哋返廟街飲杯嘢先啦。好啊，呢度好熱鬧啊！以前漁民喺度打平火架。打平火，即係咩啊？即係大家湊錢買飯，呢份分享嘅精神，同我哋京犬掛耳咖啡一樣，有好嘢就要向朋友分享啦。呢檔有好多款咖啡啊。Coffee is ready。佢好似我哋京犬掛耳咖啡咁香醇。今日起至2月9號預購京犬香醇馬上獻啡，買10送2，都只係120元。入面有經典熊貓仔巴西5包，熊貓女埃塞俄比亞5包，送1包蜜瓜味同白桃烏龍味掛耳咖啡。即刻上我哋網頁預購馬上獻啡啦！仲有訂閱同分享我哋嘅頻道啊！